后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新店广兴桥卡，昨下晡有民众去遐耍水冲泳，结果栽落水，5个警义消坐树林艇冒险抢救，想袂到因为溪水真错流，这个树林艇蛇冰船，5个警义消有2位顺至死亡，啊栽落水的迄个民众嘛救无倒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消防局长第一时间赶到病院来探视，这个气氛是真沉重。 消防员坐救生艇准备要执行救援任务，不过水真错流，伫咧南沙坝的边啊，一直救水花，一直到第6届就冰船，2个人跋落了后，就紧起来找其他的人，因为还有3个人伫咧水下。冰船了后，短15秒，消防员就袂输互降入去洗衫机，完全无法度起来，嘛分袂清方向，无法度出来，最后无性命现象。 代志发生伫咧昨下晡，新北市新店的广兴桥卡，风台只过尔，看会出来水是真错流。 当时，单线民众的伞铺伫咧南沙坝头前，不过伊人已经跋落水，朋友就随报警察。6分钟了后，就是4点15分，消防队到现场，4个警消甲1个义消坐一只救生艇落去救人，说互水流降入去，3个人当场就无性命现象。送医了后，2个人恢复心跳，不过拢唔知人。啊，那5时警消伫咧抢救3点钟了后，原来是救无活。他们的状况怎么样？是后面有好一点点吗？ 当时旁边已经有这个，警消当天出任务断命，咧甲阎王比赛。第一时间，消防局长赶去病院，就算是挂喙暗，原来看会出来面色沉重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会严查。我们宁可不要英雄，不要每一个同仁每一次出勤务都能够平安回来，而且水域主管机关要加强的场域的管理。那我也会启动。 按照消防法启动这一次事故原因的调查会。为着救人，无顾家己，受警消就安尼过往。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悲剧？市府会严格来查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